身為一位旅遊達人，去旅行嘅時候必定會着靚鞋、襯靚衫、影靚相，但係對鞋就會殘成咁樣啊！所以今次就揾到陽光洗衣便利店幫手，因為洗一對鞋只要150蚊港幣咋，3對鞋額外折扣，總共減100蚊港幣啊！所以我即刻跑去佢哋46間嘅陽光便利店其中一間，佢仲有上門收鞋送鞋，300蚊就可以免費使用啦！只要用 WhatsApp 63649872，send 洗波鞋呢個字就可以免費咁樣上門收鞋送鞋，係咪好方便呢？而佢哋嘅步驟，第一步就係將所有嘅鞋帶拆開，第二步用佢哋獨有保護鞋嘅清潔劑，配合埋佢哋獨有嘅擦鞋用具，鞋頭、鞋嘅側邊、鞋面、鞋嘅裏面，甚至係鞋墊，當然唔少得仲有鞋底啊！全部都係擦乾淨晒啊！第三步抹乾佢，第四步即刻根據鞋本身嘅顏色溝色再填色，再用噴色固定顏色，7日嘅時間，全新嘅鞋翻嚟啊！最後我就選擇咗用上門送回對鞋嘅服務，即刻對比下新舊嘅情況先，真係好乾淨啊！仲要咧顏色填翻啱晒，折痕一啲都冇啊，成對全新嘅鞋一樣。優惠期由2025年嘅11月1日去到30日嘅咋，快啲去陽光洗衣便利店交俾佢哋洗鞋啊！我係洋蔥，一位旅遊電台主持同旅遊創作者，想知更多旅遊嘅資訊，快啲 follow 我啦！